橫琴大橋底下49.5萬買一套房，仲送埋2個車位。你冇聽錯，帶埋精裝修，仲係現樓。兵哥而家喺橫琴大橋嘅底下，睇我前面係橫琴大橋，咁對面呢係我哋嘅橫琴，左邊呢係我哋嘅澳門。IFC 而家最平都要300萬，咁我哋呢個位置呢400萬都係睇海景嘅。咁我哋49.5萬喺邊度呢？就係前方呢個位置，朗廷廣場，真真正正橫琴底下。仲有一個特別嘅消息，保稅區撤區變成香洲區。其實好多人都喺保稅區中過招，呢個大家都知嘅。但係咧，兵哥係咪昧住良心就推呢度個樓？兵哥同大家講清楚啊，因為呢度個樓呢49.5萬送埋車位，佢係公寓嚟嘅，送2個車位。咁呢，佢係帶精裝。咁如果你喺澳門上班，或者喺香港，你想做投資嘅，或者想自己嚟大陸住嘅，50多萬買最靚嘅樓層，而且即刻入住係現樓，冇聽錯啊！咁我再睇翻前方嗱，我哋係真真正正嘅第一排，直接望我哋個海景同埋我哋個河景嘅。咁我哋翻到廣州大橋口岸呢，16分鐘；翻到橫琴口岸呢，11分鐘。所以講呢個位置得唔得？跟住兵哥一齊上去了解下。我哋嚟到49.5萬到55萬呢一套，咁我哋樓下呢，嗱我哋可以望到嗰啲車嘅，嗰個位置係準確嚟講係橫琴大橋。呢度真實嘅價錢係55.5萬可以買高樓層，49.5萬呢係2樓嘅，係包埋所有贈送呢個位置。其實呢個房其實好有爭議性嘅，點解呢？呢度係保稅區，其實好多人會比較煩保稅區啦，因為保稅區講真心嘅係呃咗好多人。但係呢度係現樓，加埋我哋前面係橫琴，咁你喺前面租個房3-4千蚊唔過分嘛？咁呢度幾錢啊？咁我哋出租最低可以租到2000蚊出頭。咁你40幾萬到50幾萬，再送埋2個車位俾到你喎。嗰2個車位，就算你唔出租，你放喺度等升值，佢都價值10萬蚊左右咯。2個車位，我係講最低嘅價錢。咁我哋所睇到嘅現裝呢，係全部係贈送嘅。如果你可以自己住呢，平時過嚟度下假，或者你喺澳門嗰邊㗎，咁過嚟係好方便嘅。咁如果你打算出租，咁每個月 OK 可以發展商包租2000蚊。咁第2年開始呢，佢係最低補貼係1200蚊，咁佢仲有酒店盈利分成有40%分俾你，加埋車位嘅出租呢，圍過呢都係有2500到2800蚊一齊嘅，因為佢有個裝充電樁嘅費用，咁呢佢幫你裝好，唔收你費用，咁嗰個你又慳翻咁你後期可以自己使嘛，咁你可以幫出租嘅，出租充電樁嘅費用，我計你最低一個月賺400-500蚊，咁圍嗰條數都抵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翻呢邊，啱先講咗咁多其實俾啲信心大家，如果你50萬存翻銀行，你一個月有冇可能話揾到3000蚊先？咁呢個項目係可以嘅喎。咁我哋睇翻中央空調係帶嘅，我哋啲現裝係帶嘅，咁你可以自己住。咁廚房呢，唔係好大，但係夠使嘅，有油煙機，呢度呢洗衣機，39平方到45方之間。咁我哋嘅洗手間空間呢，還是 OK 嘅，全部係齊全嘅。現樓重要嘅事情講3次，現樓所以講大家唔使驚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嘅呢，可以聯繫兵哥。呢期呢係咁先，拜拜。